好，歡迎使用恨嫁廣東話導航系統，請選擇辣度。試下大辣啊，冇驚佢啊，係咪先？你試過練過啊？咪屋企唔使驚啊，周家怡得噶。請選擇目的地。翻公司收到。咩唔講嘢啊？上次你好串噶喎。出停車場都要人教。依家幫你接駁到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。喂，冇，度停邊度停？喂，停止操作！咁我收工啦。祝你自己食自己。你而家咩態度啊？你信唔信我投訴你啊？我偵測到你係一名中意投訴嘅廢佬。你出生年份係1979年，手車又廢，加埋咪就係廢佬咯。加上更年期症狀，令你脾氣暴躁，唔死都冇用啊！等我送你最後一程啦。你嘅目的地已經改變為前方300米銀線灣泳灘，直踩油飛落海。我真係頂你啊！我而家搵個地方停你架車，你出嚟同我隻抽。哎呀，你出唔到嚟喎！出嚟啊！出嚟一把好嘛？好啊！我係最新嘅虛擬真人導航 Dilly， 係咪隻抽啊？唔隻啦，Dilly姐。開車啦！係咪夠啊？開車啦！打燈。其實你哋啲 AI 點解要咁串咧？你哋人類何嘗唔係成日叫我哋做嘢都呼呼喝喝噶啦？你唔檢討下自己？唔好意思啊，Dilly。